等阿妈回来吼，做伙食。快。阿妈时阵才会转来啊？我搁要招摇的。忍耐一下，阿妈吼真紧就回来啦。吼。是啊，阮回来咧。哎，多好吼，快紧来食饭，我都煮好咧，趁小来。山顶内面搁行车啥哦？小姐啊，你身体吼拄啊复原，爱补啦。啊，袂使有心吼，更加搁较爱补。来啦，多谢。多谢你啦。来啦。是啊。快去灌葡萄酒，我来灌哈。看你啦。啊，我恁若一日袂啉的啊。是款您对无？小帅哥哦。啊，你这囡仔是安怎啦？啊，我恁若真的，你也袂晓叫。来啦！阿姊甲你炸一个礼物回来，就是伊，你来叫伊阿静。哎呦，咱两个袂结婚，叫啥名字？弟弟叫阿姨就好啊吼。含囡仔就有啊，是搁咧歹势啥啦？看你啦，啊你不叫阿静？啊你不叫？款人啊，肯叫人啊。哼，我就无爱叫你咧，你甲阮妈害甲害青菜，我就无爱插你咧。连你的朋友，我嘛无想要插啊。款人啊，你会使对阿叔无礼貌啦，快甲阿叔回信咧。我无想要插伊啦，我无想要插伊啦。款人啊，啊你这个狗囡仔，你实在不习惯。我是安怎啦？无代志啊，我今日洗性地吼，莫插。妈，我来。食饭啦，食饭啦。食饭，食饭，食饭。真的。进来，进来。啊，我拢食，我拢食。无你慢慢食吼，我咧房间内底吼看款人一下。是啊是啊，小等者小等者，我有代志要甲你讲啦。伊看阿三啊，伊向对你就同死中啊啦。你若叫伊行东，伊绝对唔敢往西。啊，我今仔日要拍，我是咧想讲，较早我唔对啦。啊，遐医药费里里扣扣的吼，我就袂甲伊计较啦。啊，毋过你嘛是一个明理的人啊。我看哪讲，你嘛着要叫来甲下只失的啊。小姐啊，阿三的性地吼，就较冲动啦。无吼，我代替阿三甲你回信嘞，小姐啊，是的啦，是的啦，是的吼。煞，你免替我下失礼。我阿三啊，男子汉大丈夫啦，敢做敢当啦。家己做唔对的代志哦，家己负责啦。阿三啊，你若真是有诚意要甲我下失礼吼，我会原谅你啦。是啊。恁甲伊讲好听话啦，伊甲你拍到安尼吼，我嘛应该。现在才去阿母房间遐夹电脑。我凊彩就好啦，佮弄到遐尼啊舒适。啊，毋过毋过安怎啦？啊，哪会甲接枕头尔啦？阿母都共想你一个尔，
哪会知我去加一个转来？我先来灶骹甲扫到3工啦。煞啦，煞啦。大钱啊！啊，这垃圾的人品、家世，我头拢唔知影到底是安怎。嗨，伊是一个无爸无母的孤儿啦，啊，本地住喺庄脚，要叫家己人走去都市拍拼，啊，讲赚着一寡钱欠起来呢。啊，若讲有这个查某的个性，伊是袂骄啦，人嘛袂歹啊。知影我的跋佫袂甲我嫌了，对我真好，佫真照顾咧啊。既然我对你这样好吼，俺就正小伊安尼。当然嘛是，啊，若无伊腹肚底免有我的囡仔。迄是无可能哦，我是惊你讲新村乡人处落去哦。袂啦，我是真是介意呢。啊，既然真是介，腹肚内阁有囡仔，无娶嘛袂用，拣一个好日共结结。不，多谢哈。哎，有闲过来哈。是咱的。啊？头的，啊，阮甲伊交关，啊，你毋交交阮一个哦？交关？嘿啊。啊，交关哈？是哦。这，这啥物件？买卖啊，啊，恁开店加减有一寡真正朋友啦。啊，你若无摕一寡好茶出来共招来，敢有得失礼？哦。我甲你讲，这茶袂歹，泡这茶出来嘛较袂失礼，晓无？哦。这，对啊对啊对啊！啊，这罐偌济啊？2000哦，大啊！啊，你敢袂使较俗一点啊？我甲趁你100尔，你要卖阮2000哦，安尼无理啦！看清楚，2万，毋是2000。啥？2万块？对啊，逐个月还佫交关2罐。啊恁两个讨厌啦！啊厝嘛要来讨保护费就对啊啦哈！怎么讨费？安怎呀？啊！你两个较真好，你变阮的刀，保护人客哈？什么意思？你讲啊？少年诶，啊，你嘛唔通安尼，生意人爱搁咧做咧啦。无你是要安怎啦？无你还是啥啊？莫安尼啦，你两个才出小哦哈？什么意思啊？你这人要结婚啦？怎么你安怎无？你这个超水呢？啊，你好卡好手，唔可以找一个头路趁钱，摕一罐茶米来求阮遮老实人，你安尼敢对啊？啊，恁做兄弟，阮嘛做兄弟，只是阮无店面，大家做兄弟，送求啥？我甲恁讲哦，你著甲别人同款哦，乖乖听话，啊无你后摆生意做歹做，我甲你讲。你莫来阮家店乱哦，无我生意无要做吼，我跟你拼啦！拼啊！啊，你是要摕啥甲阮拼？来啊，拼啊！来啊！来啊！来啊！拼啊！我跟你讲哦，你若不好我吼，我就唔惊你死哦！讨厌，去拼啊！一个查某人摕刀啊，唔惊药啦！来啊，你较老头，来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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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查某人摕刀啊，唔惊药啦！来啊，你较老头，来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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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乖啊，来啊！你拿出去哦！你拿出去哦！出去啊！快点哦！出去啊！困了哟！出来呀！出来呀！快点，来出来呀！出来呀！不要来啊！过来啊！何大过来啊！头家，看袂出讲你的气味阁袂歹，啊你敢唔惊呢？哎呀，我会惊，啊，毋过吼，我是惊头无路吼，我毋知安尼做。我若下因的医吼，照你意思来做吼，伊以后定定来。我赚辛苦钱哪有够因摕啦？对啊，要摕我的钱，哪有这简单的啦？哦，要紧哦。阿伯啊，歹势哦，啊你今日来过节吼，算阮店的请啦。免啦免啦，连抓走你请，吼，连抓你请啦，你啊。歹势哦。是哦，哦，我熟悉你遮久吼，今仔日哦，你上顺手歌啊！老妹啊，你今仔日食啥物药啊？哦，食仙丹的啦。食仙丹啦。
我是惊失去这间店啦。阿三啊，自从我开车行到即马，我受遐尼济苦，失去遐尼济物件，我若无勇敢徛起来吼，我会失去一切了。对啦，头家娘啊，你若早安尼想哦，咱就毋拿开这个古只店尔啦。啊是讲哦，啊你即马想通啊哦，嘛是会使啦。说，我4个咧找你呢，原来你在遮啊？说啦，啊你是安怎啦？你是咧烦恼啥啦？我感觉你妈妈敢若无介意我。免哪会啦？啊，阮母也毋是答应过啊，过几工啊，伊就要甲咱办桌请人客啊，莫阁烦恼啊啦。是啊，我讲你若找来，咱结婚是要怎结啦？伊人伫下港，啊，咱伫台北，伊无法度找着咱啦。伊敢会安尼就准煞？我是偷偷走的，佮偷领。离开我的代志。行哦，皇帝你地嫁是就好啊，创啥啉遐济啦？我欢喜啊，我结婚嘞。是啊，啉水，哦谢你哦。算了，算了，啊你哪会咧哭啦？我总算讲有一个家庭。无毋对啊，后摆这就是你的厝啊。你敢知？自细汉，我就是人的养女，每天爱看人的面色过日子。后来对着我教女，过伊嘛是无名无分，孤单惊吓的日子。我一直想要有一个正经属于家己，无人无烦无恼，
温温暖暖的厝。啊，咱都已经结婚啊，啊，你的愿望嘛拢达成啊，后摆这就是你的厝啊啦。姐啊，后盖你就是一家之主，我甲我爸爸来囡仔，拢爱我靠你啊。你放心啦，我绝对会好啊找一个头路来做，甲你疼命命。西瓜才一杯无啦。王先生，入去来吼。我看恁阿公某阁真拍拼咧，遐规日拢无休困哦。歹势啊，李生，歹势，你误会啊啦，我毋是翁仔某啦，我是伊的助手啦。助手？嘿啦。那咧，你的意思，你是讲你是伊的亲哦？嘿啦，我讲助手哦，讲惯势啊，改袂过来啦。对啦，先生啊，较早我咧开会运行啦，啊，阮遐吼拢话咧讲助手。开会运行？会运行是查甫人咧开的呢。你一个查某人，啊做迄个粗单的石头。哎，啊毋那安尼哦，阮头家娘哦是校长兼讲经啦，哦开卡车哦兼困工呢，哦袂输查甫人啊，吓叫啦。那安尼尾安那无开？哎呦，这讲起来哦，话头就长啊啦。啊，总讲一句啊，就是去互迄歹人害的啦。王先生啊，迄讲歹势呢，互你拄着迄种场面，啊，去过节吼，我请你啦。免啦，也是讲你若无去验吼，叫我阿文伯啦，莫叫我王子送啦。好啊，阿文伯啊，阿文伯啊，我看你真好命呢，你逐工去运动吼，害囡仔拢大汉啦，较无汗无落吼。你哪有老好命？老是死啊！我有两个后生啦，啊，即马拢搬去住伫美国，厝内面拢剩我一个人尔。啊，你来搬去，甲恁后生做伙住？哎呦，搬去遐，阁拢无熟悉，老朋友拢住伫遮，我嘛是住遮较好咧。遐我遐后生哦，对伊若有时间有闲，就转来甲我看看咧，我就欢喜啊。对啦。关人呐，啊，你算啥？我伫算，咱阁过偌久，就使把爸爸的车买转来啊？啊，你算是过偌久？咱阁爱过4个月，就使甲车买转来啊4个月哦，哎，我要看下。你算唔对啊啦！哈，那无阁要过偌久啊？妈妈欠的钱吼，啊，搁外口钱收收咧，算算咧，免到这个月尾底吼，就使买新车呢。真是的哦！当然嘛，真是的啊！啊，我不爱买新车，我不爱买新车，我有爸爸迄台啦。啊，妈妈哦，真欢喜哦，才会讲伤紧啦。妈妈欠恁这钱吼，当然嘛是要甲爸爸迄台车买倒转来啊。啊，不但安尼吼，妈妈搁要用爸爸迄台车吼，开一间车行。真是的哦，好啊好啊。当然嘛真是的啊！啊，妈妈这么辛苦，袂过节，就是要欠钱吼，开一间车行。春天百花满满树，蝴蝶飞来收花期。青春男女好情意，双人长美甜。妹妹我是真意，不敢讲出嘴。春天樱花正当时，双人来到阳明山边。
春天百花满满是蝴蝶飞。